台北市劳动局10日伫南港成立金缺人才服务据点，专工替55岁以上民众找头路。亲像一寡做线卖餐饮等等行业，未来也希望会当开发更较侪工课名额，协助中高龄失业的民众找到新的头路。南港银发据点剪彩成功。专门替55岁以上，还是退休后，搁要找头路的民众，媒合工课金缺人才服务据点正式启用，有时段马上就来填单。假如是退休了以后没有在做事情的话，身体马上就会坏掉。家里当然很高兴啊，因为我这样的话有一个固定的工作，这样很好。为着卖互高龄者脱离社区，台北市劳动局特别找业者提供工课。目前有一寡零售、餐饮业者拢有欠人，大部分是算点钟的。希望有会求职者嘛通加减赚一寡所费，也是有代志做，补充社区的劳动力。他们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劳工，去开创一些新的职缺，来投入在这个台湾接下来因为少子化跟老人化的这个状况的时候，劳动市场的空洞化的时候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补足了。台北市劳动局嘛表示，为着瓦近高龄者的需求，据点内底的业务辅导员嘛用中高龄者，这嘛算是北台湾头一个金缺求职据点。希望伫今年底进前，通媒合成功300人次，未来卖看成效来决定是毋是搁增加据点。记者陈阿文、台北报道。